25岁下晡，市园林美苑协同国际西子会、台南市友联西子会来到议会举办爱心轮椅的捐赠仪式。友联西子会会长因为到病院探访朋友的时阵，看到伫咧病院内底排队等轮椅的人真多，所以伫咧问过病院了，才了解到，因为近年来已经成为超高龄社会，所以知识病院中的轮椅数量无够。因此，这摆特别招西子会的西友共同来募资捐赠爱心轮椅。感谢友联狮子会的师姐们，发挥高度的邻里的精神，踊跃捐赠，一共募集约50万，购买的爱心轮椅120台。该轮椅使用客制化 PVC 皮革靠背坐垫。方便消毒清洗，航空期用铝筋骨架，双刹车握柄，以贴心考量，提供使用者更舒适的方便。友联西子会这摆爱心轮椅分别伫咧10月28号会捐赠予生态病院90台，11月2号捐赠到台南市立病院30台，拢总会捐赠120台。希望会当帮忙到有需要用到轮椅的朋友更方便。我常常讲，心如果漂亮，人就会漂亮。看到我们所有的姐妹哈，每一个人都非常有朝气，而且每一个都非常靓丽。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哈，由内形以外，真的是这个样子哈。长期以来，我们狮子会扮演就是一个就是关怀的动作了哈，关怀的动作了。在每个角落里面，尤其是在边缘的地方，而且在每年看到的角落里面，我们狮子家庭都会就是在那时间点及时的出现。市长惠特甲市园林美苑嘛，拢特别到现场肯定这摆的成果，并表达感谢。伫咧活动的最后，特别由社会局的副局长严亮英来代表接受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